各位香港僱主，勞工處已經喺2026年6月22號發布最新嘅外勞薪酬中位數。好多僱主第一反應都係，咁係咪即刻要幫外勞加人工？其實唔係咁簡單。要唔要調整薪酬，關鍵係睇你手上批文嘅備註條款唔係一刀切嘅。今日我哋就同你逐一拆解。要唔要按最新中位數調整薪酬，完全取決於你批文附件1頁嘅備註條款，分兩種情況。如果你嘅批文備註係第2點，條文係咁寫：僱傭雙方簽訂嘅標準僱傭合約嘅輸入勞工工資，須不低於當時最新發布嘅每月工資中位數。咁就代表，如有未使用嘅名額或者往後如果有替補工人需要簽新合約，就必須按照當時最新發布嘅中位數嚟設定薪酬。即係話6月22號之後簽訂嘅合約就要跟新中位數啦。但係如果你嘅批文備註係咁寫，輸入勞工嘅工資不低於上表所列嘅每月工資，咁就唔同啦。呢個情況係指無論係正選定係替補，薪酬只需要符合批文上表所列嘅每月工資，唔需要因為中位數更新而調整。即係話你嘅薪酬成本係鎖定咗喺批核時嘅水平。講到呢度，好多僱主可能會擔心中位數上調咗，咪即係用人成本大幅增加。其實唔使咁擔心，呢次政府同步將僱主可以從外勞工資中扣除住宿費嘅上限，由10%大幅上調至20%，或者實際住宿成本，以較低者為準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一個外勞月薪係15,000港幣，以前最多只可以扣1500港幣住宿費，而家最多可以扣3000港幣或者實際住宿成本，以較低者為準。換句話講，中位數雖然上調，但住宿費嘅可扣金額同步增加。兩者互相抵消之下，對大部分僱主嚟講，實際嘅用人成本其實相差唔大，所以唔使過分憂慮，做好成本計算，部署好先。知道咗以上嘅情況，作為僱主，你即刻要做嘅係以下幾件事。第一，即刻翻出你嘅批文，查清楚備註，唔好估，要睇清楚，兩種條款結果完全唔同。第二，如果批文備註須跟最新中位數，替補嘅時候要按最新中位數簽合約，提前計好新薪酬，避免臨急簽合約嘅時候出錯，導致申請被拒或者係合約無效。第三，如果批文備註只需要跟批核工資，薪酬鎖定，喺薪資唔需要調整，合約跟批核工資即可。第四，但仍然要留意住宿費扣減安排。住宿費扣減上限雖然升到20%，但大家要留意呢個只係上限上調，記得以實際住宿成本計算，唔好扣多住宿費。如果唔確定，可以聯絡我哋暫營，我哋幫你核對。面對政策細節咁多，批文條款又唔同，自己睇有時真係好易搞錯。我哋暫營可以幫到你，無論你係第一次申請定係續約，任何行業我哋嘅專業協助都可以幫你節省大量時間同試錯成本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各位老闆更清晰咁了解最新嘅外勞政策。如果你對外勞申請有任何疑問或者需要專業協助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暫營。